行動電源一定要揀無線即貼即快充，比電話仲薄身。Chick2認證超薄手法，15分鐘15% 電量，正版Chick2穩定快充。其他尿袋打字輸出，好耐都冇一格電。台面唔再咁多線，一塊搞掂，兼用唔同設備充電。即貼即快充，出差 meeting 時間，電話快速滿電。要 Satisfy 更 mini， 卡片大細8毫米，比電話仲薄身，便攜出街，超薄超隱身。佢仲超輕手，打機輕手唔攰。其他牌子太愛手，大嚿又太重。旅遊急救充電，吸力強，超穩陣，唔遮鏡頭，隨時影相，邊充邊 call 都好方便。仲有 Type-C 接口，同 friend 齊充飽電。全新推出，要 Satisfy 無線超薄行動電源。